大家好，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一段以心為起點，輔導與指導同行的教育旅程，分負合一。在教育現場，每位老師都肩負着雙重角色，一是指導，在學習前途上給予明確方向，傳授知識與技能，幫助學生樹立目標；二是輔導，在情緒、心靈層面陪伴學生，梳理感受，引導思考，陪他們找到解決問題的力量。這兩者缺一不可。當下的校園並非只有課本與課堂。過去5年，超過130名學童輕生的數據，讓我們看見孩子們背後難以承受的壓力。學業負擔、校園欺凌、情感困擾、家庭氛圍，都可能成為壓垮他們的最後一根稻草。這也告訴我們，輔導不是選擇，而是必須。教育的起點從來不是責備，而是同理。耐心聆聽、無條件支持，比立刻解決問題更重要。當孩子感到被看見、被接納，情緒才有出口，心靈才能真正成長。而分負合一，正是最貼近學生需要的實踐路徑。第一步，輔導先行。面對課室責議、鬧情緒等偏差行為，先不急着處罰，而是去理解行為背後的家庭壓力、被排斥的委屈，先接納情緒，疏導情緒。第二步，指導跟進。等情緒平復，再引導孩子用恰當方式表達情緒，學會為自己的行為負責。在眾多輔導方法中，我最認同認知行為治療 CBT， 它能幫助孩子抽出負面思考的源頭，打破情緒與行為的惡性循環。像是引導孩子記錄每日3件感恩的事，就能逐步建立正向思維。曾有學生因聽不懂課程而擾亂課堂，我們用 CBT 找到根源，針對性補課，孩子的課堂表現有了巨大改變。同時，我也對後現代藝術治療保持理性反思。繪畫確能放鬆情緒，但如果只停留在情緒宣洩，沒有梳理問題根源，就無法真正解開心結。